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有啦，两个青瓜面，海大甲豆干。哦，是的。现在希望拉面海大甲豆干，拢会好好。来，离婚灯两个。离婚灯好。小款，我若讲站袂住，假托梦讲今日好日，今日开幕一定大产钱的。小款，好啦好啦，咱今仔就紧你就好啦。有，今日开业嘛，小款妹，你对朋友来，八只，来，这该到三工，我找你去。我给你。阿伯嫂，你讲你先，来你先啦。我来找阿好啊，阿好对吧？哦，有啦。阿好啊，阿好啊，安怎？跳，安怎？阿伯嫂要找你啦。阿三，安怎？有消息人？有。哦，来，来这个来讲。小姐，爱跟我打面哈。好。我遐嘞，这是欧巴桑出去。欧巴桑。阿三，他今晚安怎哈？我迄亲戚到日本倒来呢。哟，转来哦。嘿，怎倒？我叫主子啦。哦，主子，阿三，多谢你哦，互你安无闲无讲安尼，增加到三工。啊，要食面哦？免啦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无紧啦，我请你今仔先归咯。我有代志，连工啦。安尼来，头摆拢要客气啦。免啦，好啦。好。连工来啦，我再请你啦吼。今麦一个医生啊，代志应当会解决的。哦，夭寿，安尼大远。一大路车去拄天，无钱是要哪去？明仔个来啦吼，你这边来这边。好，来，你来。好呀，你是走去倒啦？内底人去就是足无用的呢。就咱白菜无啊，我搁叫阿莲吼，甲咱讨挂啊。我想讲以后出去后要甲咱讲咱国新配无？生意真好。真好。我来介绍，嘿，这拢我好朋友。来，哈。阿妹，钱摕互伊。你是要我钱？我不爱你互我不爱你今仔日所做的一切，传出去互人知。我袂爱你离开这个所在，走路唔如何，永永远远拢莫倒转来。你是顾虑到头家娘的面子？唔单单顾虑到头家娘的面子，我嘛为着阮陈家的名声，我叫你离开，你准吗？告诉你若做袂到，但呢我会对你报复。就算讲我一个无够，阮陈家有的是钱，我会请10个、20个、100个对付你，一直甲你死为止。想袂到你会关心头家。你想袂到的代志，还阁真济。你嘛袂记，你是一个下骹手人，我永远都是陈家的头家。阿妹啊，叫两个人甲伊讲出去。是。哼。这看我这个才忝啊！系啊。蔡文姐啊，这间店重新开无，你有欢喜无？我当然嘛足欢喜的。翠仙，你有欢喜无？水仙当然欢喜啊。蔡文姐啊，刚刚你无想要知影咱今日赚偌济哦？我当然想要知影。你来算看卖。我。哟，今日生意真好，应当加减赚我。安尼我车钱就有啊你咧。安怎？拢总赚偌济？拢总赚45块半啦。哟，赚偌济吼？我若讲真正有够的，讲今仔好日。明仔载吼，你要从这事体叫伊店，啊，到今仔补货，莫共欠啦。免，啊，米家的头家吼对我遐好，
你安两工无要紧啦。哎，文玲，我想讲，有代志要跟恁两个参详者。志信，有什么代志先？阿刘，你哪里搞？闭关的考，要讲咩呀啦？这几段好怪哈。文玲啊，哎，志信，我大哥又困了啦。免啦，你先去休困，我。今日这个太难了，你又困了，不用你先来困无要紧啦，无你先去休困，你是点哈？无要紧啦，文玲啊，好啦好啦。淑珍啊，你是安怎要甲我这身躯？这是下骹手人的工课呢。你是哪边来做？以后照顾你的代志，拢由我来做。由你来做。我即摆是一个废人，什么代志拢爱我靠啦。你安尼伺候我，敢会是委屈？建昌，我袂感觉委屈啦。我只是想要证明，我毋但是你的亲人，我比亲人搁较亲。我是你的宝。也毋过好，我即摆连吉时，还是暗时，我都分袂清楚。敢讲你要规工陪伫我的身躯边，安尼伺候我？建昌，莫讲是规工，就算讲是规年、规世人，我嘛愿意。你安尼讲，敢是心甘情愿的？建昌，自从我嫁来陈家头一天开始，我就决定要伺候你一世人。也毋过，咱一直拢无这个机会。等有偌久，无亲像安尼咧讲话啊！咱若每甲见面，拢伫冤家，冤到我开始咧讨厌你，伫怨恨你，甚至我伫怨恨我家己。即马我会当替你切身躯，我心内感觉足快乐、足欢喜的，因为你愿意，互我甲你伺候，互我感觉我真正是你上亲的人。建昌，你敢知影？我足希望咱以后拢会当亲像即马同款，莫阁冤家啊，莫有怨恨。大家拢会当快快乐乐，好好过日子。兄弟，多谢你。建昌，多谢你。过手拢忘去，错我敢真正忝，真较重要。然后呀，哎，文玲，呀，啥物代志啦？啊对哦，啊，是毋是采用这个？无啦无啦，采用空气啊，就是空气我们才选出来。文玲，啊，无啦，我拄则吼，咧困的时阵安尼变过来变过去，想来想去哦，我感觉讲哦，钱钱正人性命里咧，啊，咪甲个头家
参我四种剑嘛贴的，迄无要紧，迄按两共啊。也毋过吼，迄进前共补的钱哦，嘛是爱摕来害人，按后摆较好做生意啦。我毋则想讲哦，啊无，你先摕钱互我明仔载通摕来害人，还是煞甲补的。好啊。哎，这好哩，够唔够？安尼害人是有够啦。嘿，啊，我明仔载还佫补回，惊无够。还佫补回哈。嘿，来，啊无这好哩啦，安尼有够无？安尼有啦，是多啊啦。伤济啊？免遐多啦，这个好啦。啊，无你紧困，哦，点几工啊？我明仔载去，再来甲你叫，吼。好，啊你嘛较早休困的吼。哦，好啦。不灵啊。啊好呀，啊你阁有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无代志。啊，你较早困的。你嘛较早休困。啊好呀，实在最辛苦的啦。暗时也咧困，啊，搁咧烦恼店的代志。伊哦，实在是一个大好人。无灵啊，你是毋通怪我啦，我实在是无法度的度啦，毋才会骗你。啊，今日做几工都趁无食的咧，是讲无钱嘛无法度。大兄厝有你有我，有咱大家的故事，敢好看？当我逐工拢咧看哦，你嘛一定咧看对无？大家厝赞。你来创啥？头家娘，我要带头家哦，来用看目睭啦。跟因唱的目睭青眉，你哪会知影？啊就，等下伫咧这个砖头有头有面的，你就大家嘛知影，我老迄都毋知。头家娘，我有去探听一个亲戚足好，为日本转来呢，惊讲真侪人目睭痴迷啊，拢有医好去。我要带头去甲伊来看，吼。小等下，阿福啊，你已经离开等下代志吼，免你来操烦的。搁再讲吼，你雄雄走转来，我哪会知影你是毋是真正要带头家看目睭啊？嘿，头家娘啊，你讲话敢像天良呢？我吼伫东家大汉呢，头家甲我当做亲兄弟仔共款，对毋对？我免来去害头家啦。搁再讲吼，我嘛袂用你目睭金金，看头家的目睭痴迷，啊，我当然毋插啊，对毋？你是毋是害头家？我毋知影。啊，毋过建昌是我的翁，刚讲阮翁的代志，我袂当做决定性。头家娘啊！头家娘，我感觉你怪怪哦，你敢若袂输哦，真歪头家的目睭好开共款，你哪有人做我安尼做的哈？阿好，建昌的目睭哦，会好也袂好，免你这个外人来管。后面伊该挂出去。头家娘啊！头家娘啊！头家娘啊！免生气，我叫阿豪啊！我伫东家住20几冬，我知影要安怎走，免你家婆。头家娘嘛，毋知你想啥，敢若真要互头家目睭好开款，你互人做某做天。你无爱互我带头家去用看无要紧，我带先生来厝甲看，这就是我阿豪的个性，看什么人较教。哟，我今日过开路啦，煞袂记你拍。
谢，你来啊！互恁等足久的吼，谢谢。小金玲啊，嘿，要吃米哦，好好，来等一下，来等一下。哎，小菜这。好好好，小米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阿财经理，再坐啦。哦。头家你有偌济？好，这一角。一角了，来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头家你嘛，嘿，你面袂歹食咧。有影，多谢啦，多谢，有闲再过来啦吼，多谢多谢。唱这走喺度啊？头家你啊，那3碗面还袂来咧。哦，是来啦。请教问的吼，你敢有看到一个摆卡为遮行过？摆卡哦，还是你讲啊？伊是阮翁啦。恁翁哦，真幸福咧。对啦，你敢有看伊哦？为这个桥行过？无啦，啊，无哦。哎，为倒行去，你敢有看到？伊就咧遮。哪有？你甲看，我就是摆卡。嘿，你看，我摆卡，我就是恁翁啊。你阮翁？对啊，来某诶，呀，我带你过去。哎，唔是啊，唔是啊，哎，阮兜在这边啊。无咯，阮兜咧迄边啦。你到迄边哦？你找我找遮久哦，我带你好啊，等下休困一下，行。我休困啊。嘿。啊，你脚内无摆卡，你毋是阮水星呢？嘿，啊，我本来就无摆卡，像你迄翁仔咧开卡破想吼，啊，搁找无啦。像我这个好卡好手，做你当上拄啊好啦，行，水果我带你倒来。哎，你毋是阮水星，你先来搞我哈，我倒来厝诶。哎，水某呀，我带你倒来遐啦。